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我係 Betty 啊。好多朋友仔咧喺第一次購買澳洲物業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疑問，佢哋會問究竟佢哋所揀嘅項目 project 係咪連埋地權？究竟個地權有幾耐？係咪永久㗎？淨係需要租借嘅呢？同埋好多移民嘅家庭。家長嘅小朋友，佢哋揀自住房嘅時候，都唔知揀啲乜嘢。佢哋亦都會問 Betty， 究竟佢哋應該揀 apartments 公寓啊，淨係應該揀 townhouse 花園別墅，或者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喺落嚟呢一集咧 ，Betty 就會詳細講解俾大家聽，喺澳洲買樓佢唔同嘅物業。究竟地權係點樣劃分嘅呢？同時間，如果你購買 apartments、townhouse 或者 house and land， 佢哋嘅管理費又係點樣計呢？澳洲嘅住宅物業通常分幾多類嘅呢？佢哋通常分 apartments 啦，我哋中文叫做分層單位或者公寓。嗱，呢啲就係 apartments 啦。而家喺澳洲布里斯本嘅 apartments 通常咧都係4層高至到11、12層高左右，佢唔同香港成50、60層高㗎。另外一類咧就係 townhouse， 我哋叫做花園別墅，有人咧會叫佢做排屋。嗱，呢啲就係花園別墅 townhouse 嘅外觀啦。有時佢哋會3間一排或者6間一排，咁所以亦都有人叫佢做排屋嘅。佢哋都有自己嘅獨立花園㗎。而最後一類咧就係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我哋叫做買地起屋啦。Betty 揀咗幾款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嘅外觀俾大家睇，而且半年前咧喺布里斯本流行一種新派嘅 house and land， 一陣間就會講解俾大家聽㗎啦。大家所買嘅物業究竟佢永久業權係點樣計嘅呢？ Apartments 分層單位、townhouse 花園別墅、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佢哋全部都係永久業權 freehold 嘅，唔係租借㗎。當大家簽合約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一種類似呢啲嘅表啦。嗱，譬如我買咗個 apartments， 佢全棟大廈總共係佔1000份，投票權亦都有1000份嘅喎。而我買咗個103號單位，我佔成棟嘅13份，我嘅投票權亦都有13。至於 townhouse，今次呢個 townhouse 咧，總共有41間，成個屋苑有41間，佢嘅份數同埋投票權咧就有啲唔同啦。份數全個屋苑有9966份，而我買咗5號屋，咁個份數係佔咗242。至於投票權咧，都係咁樣睇嘅。最後一種嘅 house and land， 佢有以前嘅傳統式，咁我哋要睇睇你買嘅土地有幾大啦。佢總共有403嘅平方米，所以呢個403平方米嘅業權就係你㗎啦。而新派嘅 house and land 咧，佢哋都幾似 townhouse 嘅。嗱，呢個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嘅項目，總共咧有17間屋，而佢哋嘅份數係1700份。我買咗個2號屋，咁所以我係佔成個屋苑裏邊嘅100份。而投票權咧就係睇最右手邊嘅數字啦。大家選購澳洲物業嘅時候咧，都會關心一個問題嘅喎，究竟項目嘅管理費貴唔貴㗎？喺澳洲，其實你買嘅樓盤，你想知道佢嘅管理費大概幾多嘅時候咧，你就要睇睇
佢跟嘅會所究竟多唔多嘢玩啦。Betty 同埋先生咧一路都住喺布里斯本嘅 West End 區，我哋住緊一個2房嘅單位，我哋嘅管理費大概一個星期110蚊澳洲紙左右，因為我哋個 apartment 都幾多嘢玩㗎。嗱，佢有個好大嘅泳池啦，有空中花園，可以 BBQ， 又有 pizza oven， 而且有 SPA， 仲有健身室 gym 同埋私人影院添，所以玩嘅東西咧都幾豐富㗎。呢個管理費 Betty 就覺得幾平啦。澳洲所收嘅管理費咧同香港其實好唔同㗎。Betty 就覺得香港好唔公平啦。而家喺香港嘅新樓，一般咧管理費一尺都要成5-6蚊港紙，但係香港嘅管理費咧，你每個月交咗之後，如果你想去游水，或者打下乒乓波，或者 book 下 BBQ， 你都仲要額外俾錢喎。但係澳洲嘅管理費咧，其實係一季一季咁樣俾嘅。你俾咗錢之後，所有嘅設施係任用㗎，你完全唔需要再額外俾錢嘅。Betty 有一個溫馨提示俾大家，如果喺一啲大時大節，譬如聖誕節或者新年左右咧，你就要早啲去 book 場啦，因為 BBQ 爐通常唔係太多㗎咋。至於傳統式嘅獨立屋咧，佢哋就冇會所㗎啦，乜嘢都冇得玩㗎。而新派嘅 House and Land 咧，一般亦都唔會有泳池。不過新派嘅 House and Land 就會象徵式收少少嘅管理費，20-30蚊澳洲紙一個星期左右。佢會清潔公家嘅地方啦，同埋花花草草。落嚟會介紹俾大家睇。如果大家簽買賣合約嘅時候，個管理費究竟係點樣睇嘅呢？通常喺買賣合約裏邊有一份叫做 Disclosure Statement 披露文件，當中咧有一份表格會顯示所有單位嘅管理費嘅。我哋睇睇呢個咧係 West End 嘅 Apartments， 佢10301嘅單位咧係一個1睡房、1多功能房、1個車位嘅單位。每星期嘅管理費，我哋就睇最右手邊第2個 column， 一個星期係78個6毫3。大家留意下喺中間咧有個 column 叫做 Sinking Fund， 我哋叫做維修基金。香港咧好多年前咧冇呢種叫維修基金嘅。咁所以如果你住緊嘅大廈30-40年或者40-50年嘅時候咧，通常就會 call 晒啲業主就開業主會，通常咧都係嗌交收場，講明話你又夾幾多錢，我又夾幾多錢，咁通常咧都會傾2-3年，好耐㗎。但係澳洲咧就唔會發生呢啲事啦，因為你每一季所俾嘅管理費裏邊咧有一個部分都會係撥入去 Sinking Fund 嘅。而呢張 Disclosure Statement 咧就係 Townhouse 啦。咁大家會見到呢個80號屋，佢每個星期嘅管理費咧就會比較平啲啦，82蚊。管理費嘅帳單究竟包含啲乜嘢咧？嗱，呢張就係管理費嘅帳單啦。中間嘅紅色框咧，大家會睇到呢張帳單2417個6毫2，總共係3個月嘅，一季交一次。而呢張管理費嘅帳單裏邊咧係包含3樣費用嘅 admin fund 行政基金、大廈日常嘅開支。第二就係中間頭先我提及過嘅 Sinking Fund 維修基金啦。咁所以如果大廈需要維修咧，就會喺呢度攞錢㗎啦。而最重要 insurance 咧，亦都會包埋嘅。如果你買咗傳統式嘅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你係唔需要俾管理費嘅。不過大家就要留意下你每年嘅土地稅 Land Tax 啦，因為澳洲昆士蘭嘅 Land Tax 都幾貴㗎。佢哋點樣計嘅呢？
澳洲昆士蘭 Queensland 嘅土地稅係根據每年嘅6月30號你擁有嘅土地價值。如果你係澳洲公民 citizen 或者你持有 PR Visa 永久居民簽證，你擁有嘅土地價值係60萬以上嘅話咧，你就需要俾土地稅 land tax 㗎啦。如果你係臨時居民，手持 TR Temporary Residence 嘅 Visa， 6月30號當日你人在澳洲，或者該年度喺澳洲居住超過半年，你亦都有同等60萬嘅免稅額。如果係臨時居民 Temporary Residence 嘅 Visa 嘅話，6月30號嗰日唔喺澳洲，而且該年度喺澳洲亦居住少於半年嘅話咧，免稅額同樣會降低去35萬嘅。如果你係海外人士，包括紐西蘭公民嘅話咧，你嘅免稅額就只有35萬。所以你當其時，如果你擁有土地嘅價值超過35萬嘅話咧，你就開始要俾土地稅啦。頭先提及過臨時居民 Temporary Residence 嘅 Visa， 記住咯，如果你6月30號嗰日唔喺澳洲，或者你該年度喺澳洲住少過半年嘅話咧，你嘅免稅額就會降低到35萬啦。至於分層單位 Apartments 或者 Townhouse 花園別墅，佢嘅 Body Corporate 土地價值咧，就係根據你簽合約嘅時候份數 contribution 幾多份嗰度嚟計算嘅。如果你買嘅物業係自住嘅話， Principal Place of Residence， 你嘅土地面積少於2公頃嘅話咧，你係唔需要俾土地稅嘅。通常客人喺選購樓盤嘅時候都會好關心嗰個區嘅治安，同埋樓盤附近嘅購物同埋公共交通嘅方便性。如果你住喺 apartments 嘅話咧，佢哋入大門就會用拍卡嘅 system。另外，亦都有對講機 intercom 嚟溝通嘅。譬如朋友仔住喺8樓，Betty 住喺5樓，我想上去探你嘅時候，我唔可以直接撳 lift 㗎，我一定要落返去樓下撳你個對講機，你幫我開門嘅。至於 Townhouse 花園別墅咧，佢嘅鄰里關係就會比較 close 一啲啦，因為左鄰右里比較相近。如果你需要返去香港玩幾個月，我哋一般都會通知隔離鄰舍，你幫我睇睇間屋啊，我返去香港玩啊，出外交朋友，咁所以鄰里關係 close 一啲，好重要㗎。至於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咧，佢同隔離鄰舍就會距離遠啲嘅。一般 Betty 都會建議大家安返個 CCTV 閉路電視，同埋亦都可以揾人安裝 security screens 喺大門同埋窗嘅。大家睇下呢啲相片，係我哋3個月前喺 Canmore 區一個叫做 Treetops 嘅 townhouse， 我哋都賣咗好多間啊。佢哋都成為好好嘅朋友，好好嘅隔離鄰舍。大家睇下嗰啲窗，全部都有 lock 㗎。其實咁多年嚟，好多客人都會問 Betty 啊，我應該買 apartment 好啊，淨係 townhouse，淨係獨立屋連土地好啊？其實我哋買嘢咧，百貨就合百客，最緊要大家要考慮下你平時嘅生活，主要係着眼點喺邊一度。譬如小朋友返學啦，譬如你會唔會揸車㗎？你究竟鍾唔鍾意落街乜都有呢？大家就可以從呢方面考慮啦。2025年呢，眨下眼過咗半年啦。喺下半年同埋2026年嘅年頭呢，昌美澳洲物業都會有唔同種類嘅樓盤落成入伙嘅。大家想知道資料，快啲聯絡 Betty 啦。
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歡迎大家點讚、訂閱、撳返個鐘仔。當有新影片發布，你會最先收到通知㗎。請大家同時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